镜头登来看国内，伫咧高雄路底，昨有发生一台轿车卡伫咧并交道，轿车的驾驶赶紧驶倒退，结果煞去弄到后壁奥多摆，进无步退无路，而且一台自强号随着驶过来，去弄到轿车的车头，造成车顶的驾驶吊伤送病院，连带也去影响到台铁交的车帮2900多位旅客。 这台白色的轿车停遐4红灯，卡伫咧并交道顶头无法度震动，代替火车顶的旅客也无法度落车。我不知道在几号，反正这边很多个人都不能下车，几百个人。昨暗要到8点，47岁姓孙的查甫人开车经过并交道，结果听到警无声要捌过，所以弄到后壁的奥多摆，造成骑奥多摆的民众卡到骨受伤。由路竹区新民路左转进入，欲经过平交道转入大同路时。 赤红警报器亮灯，一驾车倒退至一般道路时，碰撞不慎撞到2名所驾驶之机车。两台车围着一个调伫咧并交道，尾下代替386车次上北的自强号要过，也去围着轿车的车头，造成轿车的驾驶受伤。好加在一个知影人送病院治疗，不过火车停伫咧现场，车顶的乘客等甲规巴肚血。没有人要让我们换接驳车，把我们全部困在上面，这根本不是赔偿问题。已经1个小时了。 警方出动疏导路面的交通，一直到暗时大约9点20分，车才有法度过。代替统计，这边意外总共影响9班次的列车，2905位代替的旅客，平均延误75分钟。警方在这边呼吁民众，若强要撞过铁路的并交道，会当罚15000到9万的罚款，并且吊扣驾照1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